刚刚从日本拿到，在东京找到的片子是黑泽明导演。黑泽明各位听过吗？各位你听过？黑色的黑，山泉水，沼泽呀，野里的米，黑泽明的作品。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导演，他是一个打坐的导演，他是个世界的导演，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他属于全人类所有，因为他是一个文化财，他是一个文化财。我稍微比一下你们意思吗？那我们再多一点，按照经历。那这个片子是有日文发音的，日本话。那我在找到的时候是有中文字幕的，那也有英文字幕，有西班牙字幕，有俄文字幕，有很多字幕。那我希望能够选到中文的字幕，可以看得懂。那么希望用日文来发音，所以你看你有点把你主要是有点难导，有点难导。我们第一个播出，待会要播出的是这种女娲的梦，我们今天准备看三个梦，看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桃子园，那讲说5月5号那一天是日本的女儿节，女孩子的节日。那女儿节日在他们还有放一个飘绿的鱼袋子，我们所以一起还有那个还有我们鸭姐，就是那个娃娃，日本做很多的娃娃。在那天女孩子都可以享受女孩子的服务，比如说她弟弟就要很快送往节的公司，那所有的姐姐们就这样的大大的坐在那边。但是那一个弟弟就发现说，这个来的这些姐姐的朋友总共加起来就是5位嘛，他是看到有6位，他就觉得说你看六盘那个马奇啊，他觉得说那你多干嘛？我们1个人就好了。他说有6个，那不会数就是5个。就是6个发烧了，姐姐很凶了，姐姐打他然后他就回头看说，那个女孩子在那边，果然有一个灵魂在那里，他就说在那边，所以姐姐一回头一看，不见了，他就把那边去，原来他是什么桃树精日本人把那个桃树全部都砍掉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意思是这样，就是当你没有中文字幕的时候，你大概努力了解是这个意思，那这还不是讲到环保，有一种最象征那个桃花是象征的这些女孩子要是自我不尊重，或者没有疼惜的话，滥砍滥伐的话，那么这些是女孩将来都是日本人的妈妈，都是日本的国民，怎么办？日本将来希望怎么办？他们家里都是人家的妈妈。这些年轻自我尊重的时候，那怎么办？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片子在30年前就拍好了，得到坎城影展的12项大奖，囊括了所有大奖。我们台湾都知道，我们台湾那个时候说，为人看这片，为人用事或为人怎样，完全是情绪性的那种有做法。OK， 那这个片子得到12项大奖，你可以看到那个服装、镜头，所有东西都是最美的。我们可以看这些得奖作品。我们看第2个梦，桃子园，从第2个梦开始看。第2个梦，可以吗 ？OK， 好，请。前面应该两排都关掉就好了，两排关掉就好了。
孩子在打雷雨的时候想要出去，他母亲就交代他说：“你不要出去。”这个时候后雷阵雨，那就是不要娶亲的日子。不是娶亲不会让人看见，你要是看见，你会遭到横祸。这个小孩子才8岁，你不说他反而不会想去看。你可以叫他不要看，但是你想去看，就走进森林，果然就看到母女娶亲。他回到家之后，这妈妈就拿一把刀子就给他说：“你要自杀，因为有姑娘跟他来过了，所以你偷看他们娶亲。”你就关起来。他说：“你要是想要一个活动，只有说你带这把刀子去找狐狸，请求他们的谅解。狐狸住在哪里？”他说：“狐狸住在彩虹的底下。”这个男孩子就不断的走，开始走，彩虹就后退，他不断的走，不断的走。ところで、あなたはおいくつですか？おいくつ？ですか？今日、人間のやめにとっていい年だが、あんた、生きるのは、これについては何とかの気温だ。それから人間の機動的に、正直生きているのはいいのかみたいな。とても、面白い。
就是不要去，继续的走。我们要让自己不会是他们，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看了这8个动作，其中4个梦，我们这些人都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他们的智慧、人力和经济，为人类留下了真好的影子。我们都看过去的西方真的是感动，有着思想。家中骗子，也让我们看其他的500多起的骗子，就这438位工作人员，在我们留下来。我们决定有责任跟义务坐在这里，好好看看他们的名字。可以看到水中的水草如此流过，想想看，不只能搞有人最后让骗子骗到了梦里头，那样的现实跟梦幻之间的边际，它告诉我们其实，在水之村之夜、水之村之梦这地方，即便他深睡了，有些如记忆，有些就是个女人。也就是因为我们确定了，我们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旅程的一段，于是我们更加的积极，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东西，是正面的，能够让我们自己发光，也让我们自己发亮，也让有幸和我们在一起的朋友、老师、同学、亲爱的人，能够产生一样的光芒热。这辈子是如此的积极又正面的，透过死亡来诉说生命的存在。这些人，今天早上，吴金强老师对我们介绍了客家的土楼，看你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过程。那样的语言之美，那样的细致的虚实情的目的，都是暗自身。我们在心里，我们要像片子里聊的说，暗自身，我们要像阿桃，我们今天听到的阿桃鼓、陈永芳是为我们写下这么多好的歌，天问、水路、长波波，那么精彩的一个诗作。也要说一些，有这种歌的事，但是我要说，希望能安自身。我们可以用相片子来表演，认识他，他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看着这条裤子，我们知道他是有生的，我们一定要跟他说，安自身，我们要终身安身，歇身。水草不断地往下流去，却它是有上游的。今天吴老师的客家的流流，这个客家文化的课，也是告诉我们一个流流。一个人总是知道一个流流，即便你不是客家人，但是你总是某一个种族的人，你可能是汉族的人，你可能汉族之间的宜安人，你汉族之间的普里人，你汉族之间的台湾人。今天你算得来吗？今天早上，吴金阳老师、阿桃虎、黑泽宇跟我，每个人都能上。要是您觉得今天早上是一个丰收的上午，请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谢谢大家。此刻我在那个地方我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搞笑，突然忘了我是谁，因为我变了。因为我看了这几部片的时候，真的也是深深受到感动了。我刚刚坐在后面的位置，旁边有几个同学似乎他们也深深的受到感动，好像很想大家手牵手有一种彼此的情谊，互相交流。那文学
真的啊，会激励人们的那种心灵的激动啊，会有那种澎湃的思潮跟灵泉此刻都被我们李龙老师勾引起来了，请大家再一阵阵的掌声。现在那个时间12点，不要太晚了好，12点就12点12点在各教室点名就在各教室我们要发放便当请你们要知道那么现在如果你要签名的同学请你从这边影响生活环境和平交通。他们帮我介绍吗？没有，我明天还可以签你要说谢谢，再开放10个名额，明天签。很喜欢他们欣赏，很
你不要去看到，你不要去折磨他，你不要去羞辱他，是吧？如果自己没有学会怎么样去表达对别人的爱，总是没有学好，所以到后来只会当别人的女朋友，只会当别人的妈妈，也不会当别人的太太，那个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上面很多希望，把握。好，谢谢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请问你一些问题吗？好，在场的同学有没有人要向老师提出问题的？举手可以吗？没有吗？那我先问好了。老师，那你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维护自己的赤子之心，然后不可以主张是非感动摇。那老师也一定遇到过，就是情况会让自己的是非感动摇。那老师是怎么维护自己的是非感，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有这个纯真的赤子之心？白话我们说教育，我不怕，因为你在保有一个，比如说你对正义的一个坚持，你对是非的，你对对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好的想法，你在做对的事。他说这一段有好的想法，在做对的事。那你觉得你的好的想法是透过你的理智跟感情的这条线通过之后，你觉得你这是好的想法，而且你的做法也没有错的时候，那有很多人来羞辱你，有人，而且很糟糕的就是说，在任何地方，不只是台湾哦，学校、西国中学哦，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对的时候，而反对的声音会比那种沉默跟同意的声音要大。任何地方都一样，不管你今天是个大人，你做老师的也好，你做什么也好，往往那种反对的声音是极少数，但是声音很大。你会误以为说哪一个都在反对你们，这点你要把握好。我有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我更好说，我跟他沟通好，我已经做一个充分的解释之后，我觉得我是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就做，就做。那这里说到底，就我前面讲那个，你不要一下昨天讲一下你就脸红了，然后你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退缩了啊！你太要脸了啊！我们当然是有羞耻，我们是有尊严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利无类的不要脸，加一个光，加一个引号的，这样记住了吗？想问老师说，你可能会以是非感嘛？你有没有一种更友好的态度，然后让更多人去接受？我想这就是智慧啊，就智慧。有时候我们一件事情，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解决一种事情，它有很多种的方法可以解决一种这个事情。那一个聪明的人啊，基本上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很快的找到某一个新唤醒又便利的方法。但是那个方法是聪明方法，又不是智慧的方法，那可能会伤到对方，或者是伤到对方的尊严，伤到对方的习惯，伤到对方的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他个人的某些造诣不小心就碰到了。那有智慧就是还要考虑到对方他可以接受的程度，那两者去找一个公分，或者是找一个重叠点，然后做下去，这个花很多功夫要有耐心。我很缺少这个，老实讲，我非常非常缺少这个耐心，然后慢慢去跟他解释，而且对方是我很看不起的，我说这真是不对，而且不是普通的笨，已经讲了好多次，他都还是不理解这样子，我就会想把很快就想把话给弃掉，但是你会不会伤到他？会啊，我有多伤他？他会不会在某一天反弹回来给你？会啊，会啊，但是这你要很帅，就说 OK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这样子啰啰嗦嗦的，不要在这个阶段我要往什么
值得这样做一个小小的试水，所以要加点出来，这个是要有耐心，而且是综合两方的立场、两方的观点，不是我方跟对方。我觉得这个老师刚才也很好，老师非常厉害，老师非常厉害。相聚所留下的痕迹，依然都存在。
说在写的时候，我不太建议那么直接的回一个答案。那比如说有时候现在比较现在好一点，写的那个考试的题目都是回答案，但现在就会很多样，就很用心啊，你在题目啊，要非常非常用心才可以描出一个约莫的一个答案的方向。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大家尽量都用有意义，自己去分享，非常有意义。像待会儿要演讲，演讲基本上都在做归纳，是用笔记。那我想归纳部分是大家一起来，那我不太讲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五、第六、第七条重点，然后重点是第3条跟第5条这样子。我不太用那个方式，大概就是诉说一些故事和大家分享。当然，小说很重要就是故事、情节，你看情节之间的变化，你可以推想最后结局可能是怎么样，可能是怎么样。因为我演讲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去看本书67本书、68本书看6本，不多嘛，不多。有些人去图书馆找本书来看。最后的情侣之间的摩擦，都是因为他不能满足你的期望，不能满足你的期望。你想想，我们可以满足对方，完全满足对方的期望吗？有多很难。我们先多欣赏对方的优点，那对方的缺点要让你不能忍受，他就不是你终身的伴侣，也不会有心灵的伴侣，也不会有是你交心的朋友。要是他的缺点不能让你容忍，你无法忍受他的优点少远少于他的缺点。那些缺点很奇怪，这些缺点也不一定是，有些一般人来看不觉得缺点。比如说他很喜欢钓鱼，我就有朋友是这样子，他非常喜欢钓鱼，但是他的另一半完全不能忍受。你就很纳闷，那钓鱼是3天2夜的事情，他很早他什么事情就有意识到喜欢钓鱼的，他就喜欢钓鱼，而且跟钓鱼钓到其实我觉得蛮疯狂，他半夜就会去钓，然后早上回来，有时候礼拜6起个礼拜6，他晚上去钓的，第2天早上还回来，他也就要睡觉，所以你会钓鱼的事情，你不觉得是？还有一个艺人，他不能忍受他先生的缺点是什么？他先生每次都养了很多狗，非常喜欢的狗，然后他把狗就养死了，然后后来就把那小狗都卖掉，卖掉之后连狗也卖掉，后来连猫狗也卖掉，那这是你不能忍受，他就是说，这是我卖他，你不要我卖，就他这个不是不能受到解释，他说，那你为什么把我卖掉？
相符，说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不要去琢磨。当你最早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多留意他，多看一看他，就看他，就看他。你看那不是连着跑到他前面去看他，那个就吓死，对不对？你要有点技巧，比如说有什么事情去请教他，去问他，你眼神必须跟他交换。一个人每次看到你说你眼睛很恍惚、很闪烁，这不是很胆怯、很有自信，就是这个人跟你完全不来电，完全没有频率，那你就不要有希望，要不然你就鼓励他。那还有多欣赏他的优点，发掘他的优点，而且不是五官，不是身材上而已，而是还有一些内涵上去充实他。这样好吗？很好啊。还有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再上来。老师你好，我想要请教你说，就是在人生嘛，就是有时候会遇到挫折啊，你都怎么抒发你就是不挫折的心情啊？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排解？你问的时候可以再小一点，说遇到别人抛弃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有的时候这样子的，不要去面对挫折，但人生挫折非常非常多样嘛所以要是你问题问得很大那叫做大灾问。那大灾问就会被动的，人家就很简单的计划就回答，就说你克服嘛，你就克服嘛，那就没了。所以呢，我会给自己记下来，小一点，小一点，再小一点，好，还要再小一点。徐志远演完一方面呢，你眼睛在跟谁逛街，你都忘记了。就是是那个在你那个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然后要是你课业上遇到问题啊，你都不能排解的话，你会怎么办？我从前的功课好像不是太糟糕，当然没有像洪一勇那么好。就是洪一勇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洪一勇大家听过吗？洪一勇在我们学校的时候听说功课不错，对不对？那我好像功课没有他那么好。那我能够就是一个人快不快乐很重要，是一个自信，一个信心。那我的信心其实那时候是来自我像各位这样高的时候，我多半是来自我的阅读。我的阅读是会带动很多。可是我的想法比同学们都要深入跟广。那我对情感的掌握跟抒发会比较准确跟广大等等。然后跟老师之间的沟通也还好，我不太怕同学。那我也不太怕同学，我只是不太怕同年级同班，我不怕同班的同学，我也不怕同班的同学。而且我也不怕那个高年级的同学比我高的，我也不怕。我就跟他们认识，只要我觉得他是人才，他有让我欣赏的地方，我就会主动去跟他们接触。那我也不会轻视那个比我低的年级。所以在学校里一年生认识的，我会在学校读3年，会认识6届的人。我上面的这样子几届，然后下面几届我会认识到。那阅读、写作，还是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挫折当然也有。在认识的过程里面，也有会给你那种异能跟他觉得说，你会不会的？你不行。他觉得说，我这1年级跑到高年级班上这样子，一咖被人家认识，就是说他很嚣张啊，这一个，那也会有这样子很奇怪的声音。然后就跟1年级的，说我高2跟高1的在那边谈话什么，他觉得说，你们是在干什么？你们拉过去来我们这里干什么？那我会在跟他们相处久了之后，他们都还会了解，会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掌握自己的才能，你去认识自己的才能，就好好去发挥它。那你那个挫折的感觉会降低，
会降低。就说你有学过钢琴，那你就你只是一直想要说我要去减低，或是摇学，或者说因为我妈妈听得很快乐，我爸爸听得很快乐，我拉吉他很快乐而已。你自己也让自己快乐，学吉他让自己快乐，那你的某些阅读也会让你自己快乐，很重要。只是学校的书而已，外面的书、课外的书多读一点，不让自己快乐。像前几天的那一个台大生物科技还是什么啊，有一个不是学生吗？大一的吗？为什么10层楼跳下来的那样？而且没有死掉，就赶快走上去再跳一次，跳2次。那种意志和其坚定，是非常的坚定。但是你想想看，他功课肯定是好的，说一路上读到台大生物科技，那一定是从小就是一定是第1名或前3名这样一路上，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生命中的价值没有了。他觉得说他也不能去影响他爸妈跟不跟去，他的功课好也没有办法让他女朋友不跟他分手，他的功课好也不能得到同学真正的敬重、疼爱都没有。因为他有些学习也不是唯一的人学，他没有从这里得到快乐跟满足，他尽量去找这个东西，给自己快乐，给自己能够才能发挥，给自己一个人在快乐的学习的时候，你学习奇艺也好，你就算画一张漫画，画的画得很好的时候，你都可以让自己发光，那个时候你就会有能力出来。那种挫折是有相对的相比，是跟快乐相比。当每次是越高，快乐越高的时候，你挫折感觉越低，你那个颓丧就越来越低，它是相对的。所以这样让这幕起来，有一点口中作乐比较好，有点自得其乐比较好，那就是真好，就是画得这么好，就是给自己的才艺真。我字写得真好，我真字写得真好。每个人都在打电脑的时候，没有人不会写钢笔字的时候，你钢笔字写得特好，你那个毛笔字写得特好，你的原子笔写得特好，那不就是很快乐的事吗？那增加一点这个就节省出来。谢谢老师。然后我们再发那个问题，我需要是简短的，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没有的话我要讲。那个老师，现在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这个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接下来你的书籍啊，会透露一点内容。总说啊，你现在进行的东西不要讲，就好像那个母鸡要孵小鸡，跟我讲说，我这只小鸡呢，里面不怎么是双黄蛋啊，怎么都是之类的。就说你这个如何对女儿怀孕啊？你们怀孕说要是出生，从第1个月去照超音波，第2个月照超音波，第3个月又怎么样啊？根本就小孩子照死了，小孩子被照死了，那个这样被洗毛会开始5分钟，所以你看这个超音波也是有限度的啊，第几个月才能够照，之后就不能再有事没事想到去照1下，照2下，就看看男的女的，然后看看就是哎呦，看男的女的，他这么紧张，他才看到，就说那次照我说的没有宝宝嘛，你这样做单身嘛那就照不到就现在是不等人家再转一个方向就开始照，就说你要照之后，在不停的进行东西，好像比较不适合走。如果现在写一个女单军号，那另外女单军号是这个不想讲，讲这个生不出来怎么办？那还有一天那个讲一个神风特工队的历史，应该很有意思，但是可能是政治不正确的东西，政治不正确跟目前的政治潮流很不相同的一篇小说啊。我有一次认识一老太太，70、80岁，她从前是慰安妇。
慰安妇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神功特工队在台湾的时候，那些都17、18岁、18、19岁的年轻人要坐那个飞机，一飞上去，那飞机就是没有回来的意图，然后就到了海上说看到航空母舰，或者看到大的军舰、日本的军舰，所以就美国军舰就栽到那个烟囱里面进去嘛，对不对？好，那他们就不回来。就这个老太太从此就接待过这个位她说她非常的想念他，非常怀念他。她说她现在都还很怀念他一直都一直在叫我。我听得蛮感动的，就说哇，这个感情好深啊！她说，在讲这个对自己的，她说，一说他可以每一个人年龄都是比师长有这个地位认知要多3到5岁，对不对？他说以他这个污秽的身体，因为他接待过很多军人嘛，那军人都是年少一当飞行员，体格都是最好的，而且脑筋要很好，因为开飞机脑筋要很好，然后长相都是最标致的。然后你知道他们要飞之前都会擦胭脂哦，会口红这样子，就非常非常漂亮，就挺有喜欢。然后一去就没有人就死掉了。他接待过很多，他是有污秽的身体，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个神功中队，我最常怀念这一个人，这个年轻人，对他非常的疼惜。他说他很残忍的3天3夜，3天，他说他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男人。这一辈子我再也没有看到比他更好、更漂亮的女人，更温柔，而且说这一个神功特工队的队员把他的第一次给了我，他说把他的第一次，神功特工队的第一次给了他，他觉得说他对不起，他何德何能，他是污秽的身体，所以他对他怀念居然就是70年。我60年，我60年烧的，就这样，他不愿意再嫁，之后他就有一个养女，然后生了他孙女，那孙女是我的同学，然后我就到那个站机堡，现在还有留下很多什么都会的机堡，就是那种飞机要休息的地方，就停在那边，他就在那底下种菜，上面种菜，那机堡就是当年那一个神功特工队员要离开的时候。他才能3天3夜之后，他就不那样就飞到海上去，然后就死了，就死了。这个人要怀念物质到这个地步，是不是也是个很美的事情啊？所以我在最深的爱恋里面都是失智，失去理智。可是往往那时候也是人最美的时候。所以那个老太太跟我讲这个时候，我好像可以看到她29岁、20岁的容颜。人家说年少无关，美丑个个都漂亮。我可以想这老太太曾经是多么的漂亮。她即便是慰安妇，讲单讲是一个妓女，就是个妓女。但是她心中有一块很柔软的田地在那个地方，那田地就是什么？对看一个神功特工队员的这小说写起来会不会好看啊？你们喜欢看吗？喜欢看的鼓掌。这是正是我们老师讲故事的动力了。老师，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要求吗？可以请老师帮我动一下手，帮我们签名一下，可以吗？有书的才可以来签到啊。有书的人可以来签。我想可能我们到那个会场那个地方可能再帮忙来签名，这个地方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还是暂缓，好不好？好，暂缓。那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就先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我们在这里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一下我们李峰老师。
怎么样勇敢去改变，怎么样去做一个理智的思维，一个思考，即便你在受到很大的挫折的时候，你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要是你觉得跟你们老师这3天相处，有快乐的，是一个无语，是一个怀孕的，是一个丰收的3天，请用你掌声的力度来表示你自己。谢谢。依旧是空山之夜，山风吹乱了我的发丝，却拂不去我心头的人影。依旧是703。2年前，我们的老师来到这个地方，是跟我们新国人初见面的时候。2年后又过了，现在是第7天。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跟李龙老师挥手道别，互祝平安、健康、喜乐。我内心真的各种的情绪交织交战啊。3月开始筹办李龙老师大力相助，然后促成这一个这个的成功，幕后最大的工程归我们李龙老师默许。你们的掌声我知道，有很多人想已经举手要鼓掌了，你就不要等吧，你就拿起。我们这边的会场讲完之后，我们有一场的好评谈心。我相信在座只要是国3以上的同学，对那一幕一定是印象深刻。我敢这么说，在全中华民国所有的国中、高中里面，大概找不到有任何一个学校这么样的温馨，这么样的有人情味，这么样的有浪漫气氛。一个演讲讲完之后，一个傍晚，夕阳即将西下，在一个充满了一个阴凉的影子的这样的一个草坪，是上空旷的一个300公尺的草坪，然后对面就是一座这个5层楼高的红色建筑，我们称它为红楼。那点缀着旁边的小花小草那我们浪漫的在草坪上吹风聊天谈心，旁边有几张大桌子，有同学在那边写书法以起同信，有些人在那边拉着胡琴这个享受这样的一个浪漫气氛好美好美。这2年的印象依然深刻话很多都是我的话，因为我很舍不得真的。我们今天几位漂亮的美女老师特别为我们新国中学制作了这么的很珍贵的神秘礼物你们想不想看？我也很想，就会让你看。后面有没有看到？后面有没有看到？我们请老师到打一个好不好？打音乐music。让老师有模特的台步，有模特身材，不会的身材，天使脸孔，李龙老师。
一中公园旁李老师的家，离我家3公里，我们是邻居。好，在我们最热烈、最兴奋、最感恩、最激动的热忱，鼓掌太用力，全场起立，代表你最高的意义，继续鼓掌。跟老师说再见。好，同学请先坐。树长在石头上。新国高中下午。有没有找到？哎，你知道吗？你刚要回来吗？你稍等一下。所以就是那里那下是我找的。哎，好，那就你就回来，好吧？对啊，那至少是交代给小孩子看。
黄老师演讲。现实和梦想的边界。讲师介绍，我们请高一10班温金敏同学来为我们介绍李彤老师。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高一10班的杨满温。今天很荣幸能够介绍这位以上的巨作李彤老师。虽然昨天已经介绍过一遍了，但是我对于李彤老师实在是太过崇拜了，所以就让我过过瘾吧。说到李彤老师，就让我想到当初为什么要接触李彤老师的作品，因为我想看看李彤老师是否真的人如其人，人如其人呢？老师的著作里那样诙谐幽默又善解人意的笔锋，是否和现实生活中的李彤老师是一模一样的呢？李彤老师，我前几天看过了你的书，叫做《同安女之坊》。这本书并不是李彤老师的著作，而是由许多作家从不同观点、不同角度来探索李彤。